这个冷气团来报道，澎湖渔港传来着好消息，西市有3台的家族的渔船啊，透着风涌出海，摄力掠着2000多尾土土鱼，讲冲啊卖到1000多万哦。今年好年冬咯。 食到一片沙西面，滋味真好。新鲜的土土鱼料理的方式有百款，有法国式、日本式、台式，拢总有人爱。毋但爱这味的人真幸福，澎湖的鱼友嘛真满足。澎湖白金土土鱼已经上花排规排，和鱼友的年底奖金有下落啊！2000多尾土土鱼，甲算算的上少价值几千万。 一刀呢切落去有够肥嫩，互人看甲喙烂根要流落来。澎湖西市3台渔船传来好消息，内行的拢赶紧去到现场。17是土托鱼最肥的季节。做团的啦，我买那2条啊，一条4000，主要的目的再买1条回去。为红包佬摕钱出来买，加在天公伯啊有斗3工，礼器团一波接一波，白金的土土鱼才赶伫过年前报道，大家拢有口福，经较好，澎湖的鱼友年底非常的欢喜。